根据环保局资料显示，台南包括永康甲城西两座焚化炉的粪扫处理量大概1350吨，不过因为也需要到处理事业废弃物，才会有缺口，形成所有的粪扫危机。不过，议员郭清华表示，除了城西3期掩埋场活化再利用，加上新炉的更新案，渴望解除危机。伫总日巡嘛进一步希望参照台中后里的环保公园同款来规划造林弥补地方，将冲击降到上低。来，这块土地咧，人工咱希望会当来做公园，来做造林，来做好。想规划就是要做富裕啦，富裕成一个绿化的对吧？是啦。你要富裕啦，富裕的过程是足侪款，富裕的过程，恁粪扫。伫个可能，恁顶悬嘛会当富裕。啊，本色咧，甲恁讲的就是讲，遐所有的粪扫拢爱挖起来，咱搁啊囤新土落，啊顶悬较来做即个迄个即个造林，还是来做工业，即活化起来会当变成像台中即个环保公园安尼啦。议员进一步强调，城西焚化炉的更新案，目前正甲特别委外厂商进行为期2个月预约过程，所以要求环保局严格落实招标的条件，同时争取包括周边6间学校营养午餐等地方的回馈金，初估要增加到3200万来捍卫社会正义。台南新闻，阮籍杨顺怀采访报道。